傷害先思而信，因害先思而生。呢一個家就係河立之基。Sincere 係誠信，亦都係善思。馬英彪嘅呢部《陰間先師》應該就係我嘅第7部敘事長片。我覺得最突破嘅地方就係我第一次用純方言去從頭到尾去架構一部電影。方言呢件事喺我寫劇本嘅時候，佢已經係一個基礎、一個基調，然後用方言去推動好多嘅劇情。第二個突破就係我第一次穿電影去還原真實歷史嘅人物嘅樣貌同埋真實嘅建築啊，然後每個人物咧，我哋都係影咗佢各個姿態嘅照片，還原成啲後生嘅樣。呢條片可以做到咁細緻嘅歷史細節，都係好多得南區政府對呢啲文化嘅一啲保護同埋傳承。我喺呢條片入邊主要係總導演、編劇同埋方言配音。入邊嘅所有嘅石岐話同埋粵語，全部都係我一個人表演同埋配出來嘅，然後再用 AI 轉換音色，好正能量嘅，好家國情懷嘅嘢。如果用石岐話講出來，可能會俾你一種好特別嘅感覺。因為孫中山本身就係中山人，佢亦都識講石岐話。我哋喺好多嘅歷史資料入邊都聽過孫中山先生講石岐話，所以我好希望將孫中山講石岐話嘅呢件事用 AI 嘅形象呈現出來。人害盡其才，地害盡其力，物害盡其用，火害長其流。呢個國家先至可以有血脈。其實呢部電影點解係我獻俾中山家鄉嘅一個情書咧？就係因為一來佢係全石岐話同埋粵語為主嘅一部 AI 電影啦，其次就係入邊投射咗我好多嘅個人情感喺入邊嘅，包括馬英彪同佢媽媽嘅對話，包括佢雲爸爸嘅一啲情節，包括佢發奮圖強啊，尤其是係嗰一句，咁就唔係我一個人發夢噶啦。其實就係我喺度追求緊夢想。其實我嘅電影夢係始源於我嘅文學夢嘅。我最開始中意寫文章係因為喺實驗小學嘅時候有一個我印象好深刻嘅老師叫鄭志芬老師，佢而家已經退休啦。佢當時竟然同我嘅一份檢討書打分，係打咗全班未見過嘅作文最高分。咁然後去到一中，我開始入咗文學社。咁有一個老師叫李娟老師，佢經常同我喺周記度筆戰，咁我又覺得好有趣。我喺文學嘅路上都好感恩呢兩位老師。好多人講我喺度發緊電影夢，但其實我覺得唔係。我覺得佢可以做成一個事業。當我喺國外也好，或者係其他省份又好，我聽到一個石岐佬講石岐話，哪怕佢講嘅嘢同我完全冇關係，亦都唔係同我講，但係我會覺得好親切同埋好溫暖。我發覺我哋嘅下一代好多小朋友都唔識講正宗嘅石岐話，喺屋企都喺度講普通話。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嘅遺憾咯。我就想借住呢一個全球嘅華僑故事大賽，我亦都會往後會將呢條片偷去全世界嘅電影節去參賽。最近我都偷咗俾中山國際傳播中心嘅邂逅中山徵集活動。我希望我哋嘅中山嘅故事，可以俾更多嘅世界各地嘅人去聽見。